由我同林博士同大家介紹下漫步澳門街嘅其中一條路線蓮溪點滴，呢一度就係蓮溪廟啦。蓮溪廟嘅由來係相傳有一次天災，華光大帝顯靈幫助居民，所以居民好感激喺呢一度建廟供奉佢嘅。華光先師被譽為粵劇界嘅先祖，好多戲班同埋大老倌佢哋都會專程嚟澳門咧蓮溪廟拜祭華光先師嘅，所以咧呢個廟咧有一個非常之崇高嘅地位喺粵劇界嘅嗰個領域入邊。每逢農曆9月28日華光誕當日，居民都會喺蓮溪廟附近搭建戲棚，演戲慶賀華光先師嘅壽辰。時至今日，除咗喺新橋球場搭建戲棚外，喺廟前面仲會有遊戲攤位、蓮溪廟會、藝文工作坊等等唔同嘅活動，現場真係非常之熱鬧，可以話係氹得神歡喜，又睇得人開心，絕對係新橋居民集體嘅回憶嚟㗎。講到新橋球場，其實係興建球場之前，呢度曾經係種滿蓮花嘅蓮花池。不過因為時代變遷，當年嘅蓮花池已經唔喺度，取而代之就係新橋球場同埋新橋花園。而呢兩個地方亦都成為年輕人運動同埋雀友聚會嘅好地方。生活喺新橋嘅人咧，都係一般嘅平民百姓。呢度咧形成咗一個好獨立嘅社區。新橋人咧其實出咗名咧係團結互助嘅。例如每一次遇到水浸啦、火燭啦，佢哋都會出嚟互相幫手嘅。所以咧，其實呢度有好濃厚嘅人情味嘅。雖然而家新橋區隨住社會發展，已經有翻天覆地嘅改變，但係從石錦當行台、田半街街名同埋水井，大家亦都可以想像到村民昔日團結互助又平淡嘅生活。啱啱提過好多地方已經成為歷史嘅一部分，不過仲有一間具有歷史價值嘅，到依家仲好多人過嚟㗎。已經有60幾年歷史嘅永樂戲院，喺昔日街坊缺乏娛樂嘅年代，提供咗價廉物美嘅大眾娛樂，亦都見證咗一代又一代澳門人嘅成長。除咗睇電影外，呢度更加係澳門粵劇界表演嘅場地，經常有嚟自唔同地區嘅粵劇愛好者嚟呢度表演，就連著名嘅大老倌任劍輝、白雪仙都曾經嚟呢度表演過㗎。時至今日，呢度依然有唔少粵劇表演俾街坊欣賞㗎。行完蓮溪點滴呢條路線咧，希望大家透過頭先嘅一啲介紹，能夠對新橋社區有更加多嘅認識啦。好啦，多謝晒你同我哋介紹呢條路線。時間就差唔多啦，我入去睇戲先啦。我想飛啦，喂，仲冇飛埋啊喂！